思想切家你社會你講，你對我好，我對你有個好，你對我壞，那唔是講好啊，呢條思想切家啲嘅。但係我嘅福音講切家啲，喺呢個馬太福音5:44用人講耶穌講，佢講我講呢啲，你愛錫呢個鐵人，愛禱告本基督人。嚟滅切家同心嘅，嗱，按怪啊，免怪間，一度係要上帝嘅恩典，讓人叫本切家原諒切家，共快切家嘅人，滅切家同心嘅人，傷害切家心嘅人，切家係原諒佢，或係禱告本基督嘅見證救拔切家，嗱，一度免怪係講切家要上帝嘅愛，切家能夠做，因為到上帝本切家能力要做出。呢個愛原諒切家嘅鐵人，原諒切家每個同心嘅人。要傳福音用人講，係講你原諒人對你好嘅，家切家得到乜嘅福啦，家攏眾人都曉。嗱，所以切家嘅聖經教家原諒切咩個同心嘅人家都係免貴，係講原諒思想冇咩個同心嘅，攏眾人都曉做噶。所以見節教白切家原諒。滅切家不壓嘅，大家同心嘅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